1、5点补充钙质。6点避免锻炼肌肉的运动，以免血压突然窜高。7点进行有氧运动。8点考虑吃素。9点经常量血压。10点保持心情愉快。11点少说话。12点也注意配偶的血压。研究显示，夫妻双方的血压将互相影响。13点与宠物玩耍可降低血压。低血压。1点做紧压运动。起床或站立前以紧压伸缩的方式握手，可提高血压，抵制突然的血压下降。2点心算可提高血压，愈复杂的心算效果愈好。3点少量多餐。4点垫高床头及调整睡眠方式，使床头高于床尾，并在起床时慢慢坐起。静脉曲张。1点抬腿。2点穿弹性裤袜，帮助血液进入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。3点垫高床尾，有助于睡眠时的血液回流。4点勿穿高跟鞋。5点保持理想体重，可减少静脉曲张的机会。6点避免紧身衣物，以免使血液聚集在腿部。7点小心食用避孕药，某些避孕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。8点避免抽烟。9点多散步。10点请教医生。淤血。1点冰敷，每次15分钟，2次之间勿用热敷。2点受伤24小时之后使用热敷。3点把脚抬高靠墙。4点每日摄取维他命C。5点注意某些药物，例如阿司匹林、抗凝血症消炎药、兴奋剂或气喘药。6点不可酗酒。脂肪过量。1点减少脂肪摄取量。2点摄取